棒球强车裴正敏切的故事，即马互人画作漫画。3月初，就要伫文策院的网站连续来刊出。今仔伫台北国际册展办发表会，裴正敏冒出现，甲大家来做伙分享伊细汉的时，安怎对上尾一名，拼到现此时的成就。恰哥彭正明。 大哥，请坐这边。国民棒球球车裴正敏切上台，就坐观众抢咧翕相。通看出裴正敏就算已经无咧讲球，也是高人气。裴正敏棒球人生的故事，在了几年前出版做自传，现主时出版社参文策院合作，要推出漫画。退休之后，那自己也常在跑基层。有些家长会跟我提到说，他们很喜欢棒球，很热爱棒球，可是有些小朋友并没有那么爱喜爱，他们看不懂。 我就透过漫画的呈现，我反而可以让小朋友、让家长们可以解释棒球，跟让小朋友更了解棒球。怎么样传承，也是我们身为棒球人应该要做的事情。这摆要出版的漫画，甲裴正敏伫球场上请赢的无样无同，是以裴正敏求学阶段为主题，互大家知影裴正敏毋是自细汉就排头名，是为上尾名豆豆拼到现主时的成绩。 最有感触就是他阿嬷说要打就不要放弃。我就想说，他吊车尾吊很多年，你吊车尾你只能做2件事，就是拔草跟打杂而已这样。那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说，一般这个时候早就放弃了。那他竟然就这样一直待下去。这本以裴正敏为主角的漫画，3月初就会伫文策院的 CCC 本土漫画网站推出连载。说来去也拍算出版实体册，目前计划正在进行当中。记者郭美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